爱。拢是真正面吼，真有这个生命力的吼。咱拢是甲社会中不管是劳工阶级，还是企业家阶级，为行政的，还是为司法，为无共款的点切入吼，就是要来展现咱台湾社会那个韧性吼。我们这个片子那个英文名叫做200万，就是要让各位看看一个女人为了200万。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？200万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，当然还有它背后的含义。这个我们也谢谢编剧给我们给了这么丰富的内涵，还有这么丰富的剧情。加把钱赞！来，你想那么泼辣？来，我们要看中间哦，中间的摄影大哥。我还是有给他，没有说出来，那一场就时尚女生，认真严肃，但是有点爱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丁竹。我刚刚看完特映啊，我就想到，因为我跟 Peggy 其实非常早就认识。我在大概18、19岁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拍了那个陈国富导演的初登场。他每次都是演，就是比较照顾我的状态。然后呢，第2部是《橱窗人生》，那也是她是姐姐，然后她在照顾我这个妹妹。但是呢，这次第3次，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去帮她去争取一些权利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跟她对戏的时候，就是变成反过来是我在照顾她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种好像就是因为经历过这些年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也各自成长了，然后恰巧又接到这部戏，所以我蛮希望就是观众朋友去看看，就是呈现会是怎么样，推荐给大家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若缇，我在《讨债女王》里面饰演的是赵国豪，那他是一个拳击教练。那这一次的角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然后形象也非常不一样。然后我在里面也特别留了胡子，然后看起来更成熟。然后也为了这部戏，因为是拳击教练，所以增重了5公斤。那我刚刚自己看到也吓到了，就是我那时候原来那么壮，然后马上又瘦回来。这部戏真的是非常的精彩，尤其是佩瑜姐这个部分，她去讨债。有各种花招、各种招式，我觉得都非常吸引人。这是在探讨一个很现实的事情，但是是用喜剧的方式去呈现的，就是不要给大家那么沉重的心情。那希望大家能准时收看，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。公司台语台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詹培如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推荐我的新戏。讨小女王实在是一出真精彩的好戏，请大家4月25号暗时8點一定要准时收看，伫咧公司台语台哦。我呐是去互恁害死的哦，我绝对告互你死啦！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你今仔安尼乱，大家拢甲你当作是笑亏呆呢。该争取的爱去争取，唔得要食广告。你快去阻止他啊，不然会出人命的。